想事成，所以呢，我们准备了柳橙。对，柳橙跟心想事成什么关系呀？因为我们会取同音字，所以呢，心想事成。哦，那个橙，此橙非彼橙啦。OK， 所以我们就用柳橙。哦，然后也是用柳橙来做的容器，它的容器。超有意思的。OK， 赶快来看喽。那我们准备的材料非常的简单哦。我们今天选择了宽粉，如果你是想要吃细的也可以，可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口感。是。那我们今天呢还有玉米笋，玉米笋呢它也感觉好像很喜气。对。然后小朋友的营养价值这个非常的好，豆豆，然后还有玉米，然后还有我们的火腿，还有胡萝卜。连这个胡萝卜，观众朋友是来让大家观众朋友看一下，这是它的胡萝卜，我看起来好像那个小糖果啊这个胡萝卜是怎么做的呀？怎么那么可爱？我用压模压的，因为小朋友不喜欢吃胡萝卜，可是他用造型，他就会觉得哇，我今天吃了一朵花，而不是一个胡萝卜。OK。好，我们有注意到小蕾老师呢，在锅子里面并没有把油放进去，而是用刷子去弄上一点点的油，只要让它不沾。因为我们基本上在料理方式上呢，也尽量少油少糖哈。那我们这时候呢，放下我们刚刚有先烫过的宽粉，因为宽粉它其实不容易。要烫过。对，要烫大概10分钟左右，因为它不容易。绝对不是泡水哦。对。然后我们加上我们唯一今天的调味料，就是寿喜烧酱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偏甜的口感，然后可能要再加一点点的水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就把宽粉跟这些材料拌炒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心想事成的这一道菜呢，是放在桌上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觉得哇，看起来还蛮精致，可以是就是有点日式的风格。所以我今天选择的是寿喜烧的酱。可是如果观众朋友他们喜欢吃泰式料理的话，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他们的那个酸甜酱啊，或者是说那种凉拌的手法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不一定要像我一样用炒的，就是可以更清爽的，可以加上鱼露、柠檬，然后还有糖，完全变成南洋风味。糖把豆，这也是小朋友不喜欢吃的哦。像我们豌豆呢跟玉米，它们是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来源。是，所以呢，像吃素的人，想要补充好一点的蛋白质的话，我们可以吃这样子的东西。然后这玉米，只要把我们刚刚的培根啊，就是哈姆啊，把它弄掉，就是素的了哦。对。然后我们的小花完成了。然后最后把我们的柳橙放进去拌一下，因为它叫做心想事成嘛。对，那我们也可以把水果入菜之外，因为可以综合一下它的咸度。是，对，而且又有柳橙的这个香气哦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留一点，等一下可以装饰。这个不管是香气，或者是说它的酸度啊，都可以调和一下刚刚的这种寿喜酱，它真的是偏甜哦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来填充了哈。那至于怎么填充，我看小丽老师她想要用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想要用汤匙，然后那个宽粉又滑不隆咚的，怎么办呢？那想要用筷子的时候，又有一个问题，会滑掉，会滑掉。然后呢，就只有宽粉没有这个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厨娘就要教大家了。你看这一集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赚翻了啊！我拿出以前我们在飞机上啊，事后这个服务啦，头等舱的客人，我们就是用这个东西，就大家看清楚了吗？来跟着我哦，你可以把汤匙放底下，你也可以把叉子放底下，但是你如果放叉子在底下的话，叉子这个要往内，然后这个也往内，这样子的话，它之间就会形成一个空间嘛。这个时候呢，这样就可以连它的料连它的粉，就一起这样放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来。
好，所以说其实今天这个心想事成，我觉得它的名字哦，取得非常的好哦。那我觉得有一些那个宴客啦，或者是说过年期间，那有很多小朋友来，然后又因为我们过年期间常常会喜欢用到那种吉祥话嘛，所以呢，如果过年的时候也可以用这道来当做吉祥的那个菜肴哦。对，心想事成。而且长辈听起来就非常的开心，就会多发一点红包。原来是有目的性的取这个名字哦，心想事成。那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每一个里面都要有放到一个我们的柳橙。那颜色的部分呢，我们其实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蔬菜，像是我觉得很棒的红椒、黄椒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今天的这个完成了吗？还是你要装饰？还没有完成。我们有维他命 C 已经摄取够了，是。那我们这些其他的东西，蛋白质也够了。那但是呢，我们过年的时候好像感觉就是应该要吃一点芝麻的样子。没错，因为我们要让芝麻开门哦。那这个开门的话呢，是一个很有意思，然后开心。也是一个门，对不对？一个开。好，